你仲係就咁打緊麗珠蘭？今日就一次過話俾你知韓國水光隱藏打法。首先，韓國係有3大熱爆水光嘅產品：四色麗珠蘭、藍屏嘅 Juffer Look， 仲有 Latigen 膠原針。3大產品變出8大嘅水光方案，夠晒你全面打㗎啦！仲可以針對唔同嘅皮膚需要。Latigen 嘅膠原針咧，佢係 FDA 認證嘅99.9高純度1型嘅膠原蛋白。Juffer Look 係全球最細嘅 PDLLA， 而四色麗珠蘭咧係 PN 成分都係三文魚嘅 DNA， 幫你做翻修復嘅細胞。麗珠蘭配 Latigen 咧係適合任何皮膚同埋好想快啲見到效果嘅人啦，因為 Latigen 嘅膠原針係可以將1型嘅膠原直接打入皮膚，最重要就係佢係有 FDA 㗎。然後咧就係麗珠蘭配 Juffer Look 啦，入門版嘅黑盒加 Juffer Look 係適合任何嘅皮膚狀態㗎，藍盒加 Juffer Look 咧係痘痘肌嘅救星啊，高濃度嘅 PN 咧可以提高消炎嘅能力 ，Juffer Look 加剝離法咧亦都可以治療翻凹凸洞㗎。紅盒加 Juffer Look 咧，紅盒係黑盒嘅升級版，仲加咗透明質酸同埋拉都傾，增加翻皮膚嘅保濕度，適合咧乾燥嘅皮膚。紫盒加 Juffer Look 咧係麗珠蘭嘅終極版，成分咧係最豐富㗎，額外再添加咗3肽1酮、甘露糖醇啦，補水、抗炎、膠原再生，皮膚彈性 level up。水光想要最佳嘅效果，就要識得點樣去配搭啦。唔識嘅話咧，就可以 DM 我哋問下啦。